嗱，呢個就係個保險箱啦，有個開機畫面，係啊，然之後上面可以見到時間、溫度、濕度、天文台嘅沙田嘅天氣、保險箱狀態同埋嗰個守衞模式。嗱，咁咧呢個 DXT11咧係會喐嘅，即係吹一吹佢咁係正常運作嘅。咁然之後撳一下個保險箱閂咗，連撳兩下咧個保險箱就開，連撳三下咧隻 button 咧，咁個守衞模式就會開啟啦。咁咧只要有人靠近就會響㗎啦。然之後有個 web server 顯示到依家保險箱嘅狀態，依家係開緊嘅，即時嘅溫度啦、濕度啦、天文台嘅天氣啦，同埋嗰個保險箱嘅守衞有冇開啟。咁一個簡單嘅，當有人靠近嘅時候就顯示 alert。咁閂咗保險箱，開保險箱，好啦。唉，翻嚟。好，守衞模式就係咁啦。